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陆委会伫个2月初4来宣布，小三通为2月初7开始来进入到常态化的第2阶段。也毋过常态化的第1天往回金门甲厦门的人数只33个人。上主要是因为入境厦门，或者是倒来金门，拢爱摕 PCR 的证明。但是这个 PCR 做一届都要1500块，这个做 PCR 的费用甚至比船票还搁较贵咯。若是需要常常往回到两岸的民众，是一条真大的开销，希望政府会当来取消。金门县的观光处长来回应讲，会来改掉，只要健康码的申报是阴性，安尼就会当咯。要让这个乡亲往回会当更加利便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